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婚林二轮示范地社区积极推动空间的改造。最近，搁伫咧活动中心的附近完成进入在地味的彩绘轻微啊，希望借由小连锁的改造来营造着美丽社区。二轮乡的示范地社区内有一批特别的彩绘围墙，和一般的彩绘并无同，是用立体动样做画，呈现出农民种西瓜的过程，充满在地特色。就彩绘就变成安尼，这为了实在嘛，加速。这个立体图呢，主要是要呈现早期种植西瓜的过程，从整地、覆草、种植、浇水到采收的喜悦。 另外，各甲社区活动中心头前休困的空间，改建做会使遮风避雨的凉亭，好民众加一个会使好好欣赏乡村风景的空间。它不但可以美化我们的社区，然后还可以就是让社区居民有一个休闲聚会的场所。期待透过社区有特色的改造，未来示范地会使变作不管是在地居民或者是游客，拢会喜意的好所在。